发生事故啊，它是多段的啊，隔1-2公里、2-3公里，它又发生一种事故。那发生事故呢，我们刚处理完毕，人还没走呢，跟着又来事故了，对不对？那我们京珠北吧这一段吧，我们这个发生事故有一次是大概是在连续是13个事故发生点，13个事故发生点，将近的是120多台车相碰撞。連續13起事故都發生喺同一個點上，呢個絕對唔係巧合啊！交警們對事故嘅資料進行咗匯總分析，佢哋又發現咗一個共同點：事故發生嘅地點並唔係均勻咁分佈喺呢109公里嘅高速路段上，而係集中喺3個事故點上，而且發生喺呢3個事故黑點嘅惡性事故嘅數量佔事故總量嘅70%以上，尤其係喺公路南行49到52公里嘅路段，30%以上嘅惡性事故就發生喺呢3公里嘅路段上。究竟呢3個點有啲咩玄機冇呢？點解貨車行駛到呢度都好似中咗邪咁會失控呢？交警們決定解剖事故車輛，睇下能唔能夠揾出線索。佢哋仔細檢驗咗事故車輛嘅剎車系統。當一個事故車輛嘅剎車鼓被打開之後，人們驚奇咁發現，所有原來灰黑色嘅剎車片已經碳化變成咗黑色。顯然，事故車輛嘅剎車皮經歷咗高溫嘅燒灼。呢個講明事故車輛嘅司機曾經持續咁剎車，令到剎車片長時間咁摩擦發熱變軟變薄，最後導致剎車故障。另外，交警亦都發現司機持續剎車亦同京珠北高速公路嘅線型有直接嘅關係。喺京珠北高速公路上，總共有3個落斜坡嘅路段。分別喺北行嘅39公里到14公里嘅路段，南行39公里到52公里，南行58到75公里路段。其中一個路段嘅下坡嘅長度竟然達到咗13公里咁長。發生事故最多嘅黑點咁啱就喺呢段下坡路嘅盡頭。普遍來講呢，他很多司機他是掛着個高速檔，他也不清楚這段路的坡到底有多長，是吧？只是感覺到這是下坡，有可能就是1-2公里或者幾百米，因為他不具體了解這樣道路啊，這個到底他也不清楚有13公里這麼長。喺經過呢13公里嘅下坡路嘅時候，由於司機唔熟悉線路，又或者缺少安全駕駛意識，因此呢，好多司機並冇採取掛慢檔嘅方式，而係喺正常速度下靠持續剎車嚟到控制車速。嚴重嘅超載同埋長時間嘅剎車，喺車輛行駛到下坡路段嘅盡頭嘅時候，剎車皮因為溫度過高而失去咗制動嘅功能，最終釀成咗慘案。就喺公路管理部門已經開始對公路進行改造嘅時候，仲有一輛超載嘅貨車失控衝入咗施工路段，咁啱被監控嘅錄像拍咗落。失控嘅貨車連續撞擊2架黑車之後，又撞到埲牆，先至停落嚟。結果造成1人死亡，25人受傷。作為國家級嘅交通動脈，京珠北高速公路頻頻發生意外，因此佢亦被列為全國10大交通黑點之一。雖然佢山勢多變、山坡陡峭嘅地形，呢種特點嘅形成咗呢段路嘅客觀隱患，但我哋仍然可以從改造路段、改善貨車裝備以及
提高自身安全嘅意識等等方面，嚟到減少事故嘅發生。其實經常跑長途嘅貨車司機呢都有準備，佢哋喺汽車上加裝咗一個冷卻嘅水箱，喺落斜坡嘅時候打開呢個冷卻水箱嘅閥門，冷水呢會噴淋喺剎車鼓上邊，咁樣就可以降低剎車片嘅溫度。不過呢一種土辦法並唔係十分可靠，水箱嘅管道呢經常會因為水太邋遢或者啲水垢太多而堵塞。另一方面喺京珠北路段缺少加水站，好多車嚟到呢度嘅時候，冷卻嘅水箱裏邊啲水經已冇晒。喺交警部門嘅建議之下，公路管理部門開始對公路進行改造，道路上增加咗大量嘅提示牌，話俾司機聽呢度係好危險嘅路段，又鋪設咗先進嘅防滑材料，增加咗路面嘅摩擦提速，並且修建咗加水站，為冷卻嘅水箱加水，繼續改造避險車道，將細沙路面就換成咗卵石路面。避險車道嘅改造取得咗明顯嘅效果，進入避險車道嘅失控車輛再冇發生過人員死亡事故。另外喺運輸高峰期，交警採取咗間斷放行嘅措施，佢哋喺車輛開始落坡之前，將車輛攔截落嚟，隔一段時間就放行一次，咁樣放行嘅車輛就形成一個方隊，相互制約，緩慢咁通過咗危險嘅路段。經過改造同埋治理之後，發生喺危險路段嘅事故即刻減少70%。做那個事故啊，這個同期的對比，改造前呢，這個同期呢，是死亡了這個10人，那改造之後啊，同期呢是死亡了這個3人，啊，這個受傷呢，這個改造前呢是20人，啊，改造後呢，這個只有這個6人，那也就是說，這個收到一個明顯的效果。嗱，京珠北路嘅呢一段死亡高速路段，雖然經過咗改造路況同埋實行治理措施，但呢啲都係治標不治本嘅辦法。目前長下坡以及嚴重超載嘅問題依然存在，而佢哋正係導致交通事故最根本嘅兩個隱患。喺目前嘅階段，我哋只能夠提醒所有嘅司機朋友，千祈唔好超載，速度亦唔好過快。落坡嘅時候一定要掛低檔，千祈唔好為咗慳嗰啲咁多嘅油，搶嗰啲咁多時間而攞自己條命開玩笑。好啦，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各位收睇本期節目《解密大行動》，我哋下期繼續行動。